再来看宜兰头城有一个工地挖出一寡茶甲灰啊，文书工作者认为这是头维港时代的古船的遗迹哦。文化局是认为这只是水流茶尔，引起争议。今仔早起，文化局的文资委员是搁再去现场勘查。文化局科长甲文资委员进入工地进行现勘。宜兰头城镇这搭建筑工地开挖地下室的时阵，伫六米深的所在挖出一批茶。文书工作者认为应该是头维港时期的古船。文化局却初步判定无文字价值的大水茶，引起文化界不满，质疑无严。文化局初五协同文资委员搁现勘，文化界人士嘛较定关心。因为这个木料一部分由考古学者区水金保存，另外一部分留伫工地。文化局真侪位勘查过转移区水金持有的木料，勘查结果一定下晡公布。清朝的时候是这里算应该是都是河道了。这里河道里面来讲的话，因为它后来是因为那个山崩那个才那个遗迹下来。在地元老表示，挖出好亲像古船的地点，日治时期以前是河。头城镇有头维港护船停靠运输。尾啊，1924年因为风台大水河，地势山区土石流甲河道塌去，头维港也因为安尼废除。有文书工作者摕台湾宝岛明地板比对，证实挖出木料地点演过是河道。位置其实就是这一个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框起来的？对，这个就是河道位置啊。现在接下来，我们希望说现场的讯息如果不能用考古的方式，至少也能够摄影录影把那个现场的讯息给保留下来。目前工地已经暂时停工，但文化局现勘结果，有文书工作者建议文化局现场信息若是袂当用考古方式研究，嘛应该透过摄影的方式记录。相关处理程序无应该拖伤久，影响到建商的权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